日咧就520喎，咁啊點解我對呢個日子咁有感覺咧？咁啊就當然唔係中國嗰啲嘅什麼情人節嗰啲520嗰啲日子啦，咁樣。咁啊其實就係我頻道咧成立嘅日子嚟嘅，我第一條片發布嘅日期嚟嘅。咁今日我嗰陣發布完之後，突然之間，係喎520，咁啊幾好記啊咁。咁啊所以早幾日咧，我就收到我嗰個頻道4週年嘅通知啦，咁樣即係 Google send 俾我嘅咁。咁就點解要早幾日咧？咁個事緣又有啲複雜，因為本身我第一條片咧出街嘅時候，其實係中咗版權問題嘅，咁所以我就唔能夠即時公布，咁啊出咗第二條片先，咁樣隔咗幾日咁啊，所以就變咗陰差陽錯之下就520係即係作為咗我叫第一條片嘅發布啦咁。咁啊嗱，過去4年啦，我覺得真係做 YouTube 嘅過程之中好多阻礙嘅。最大嘅阻礙咧，其實就係技術障礙。點解咁多人選擇做直播？其實直播就係成本效益最高嘅東西啊嘛，即係一條片30分鐘嘅長度，咁我就係坐喺度30分鐘，咁我就會有30分鐘嘅內容。咁但係你相比其他嘅影片，你睇到一條30分鐘、20分鐘嘅片，可能佢係講緊佢拍咗6-7個鐘嘅材料嚟嘅，再加埋剪嘅過程咧，你可能係10個起跳，即係20個鐘頭嘅時間嚟嘅。咁所以點解直播一路以嚟都係咁吸引，或者我一路都堅持去做嘅其中一個，當然我中意直播呢一個嘅感覺啦。我亦都好中意即係見到觀眾朋友們啦。咁啊，但係更加重要就真係冇辦法忽略嘅就係成本效益係最高嘅東西嚟嘅。咁所以繼續去做咧，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你見而家即係直播。其實每個 channel 都係㗎啦，嗰個數字係跌得好犀利嘅，即係比起4年前我啱啱嚟到嘅時候，嗰個 view 數啦，你實質即係最後收錢嗰個情況咧，都係少咗好多嘅咁。我又會去諗翻啦，係咪應該做翻片咧咁樣？咁做片嘅技術障礙頭先講咗啦，就係話你至少坐喺度即係剪10個鐘、20個鐘頭嘅。咁對於我呢啲叫好難請人或者長期請一個人去做片嘅小型 YouTuber、單口 YouTuber 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技術障礙嚟嘅。咁但係琴日咧，我睇到Google 最新嘅發佈會啦，呢個2026嘅發佈會。咁如果大家對於即係科技新聞冇乜興趣嘅話咧，或者少啲睇嘅話咧，但係我都好建議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呢個發佈會，因為佢講緊嘅咧唔係一啲嘅硬件技術，佢都有硬件叫 integrate 去一啲硬件嗰度啦，譬如 Glass 咁樣，呢個都係講咗好耐嘅問題嚟嘅，即係戴一啲嘅眼鏡。咁你見之前蘋果出嗰個 Vision Pro 其實係完全 PK 噶嘛，即係佢似乎係停產唔會再出噶嘛，大家都冇辦法即係戴一嚿咁大嘅嘢喺個頭度，跟住成個電腦就喺度。咁Google 做嘅嘢其實一路都唔係硬體嘅，你見佢賣手機，佢好似唔係特別話好想賣嘅啫，佢有出。香港係冇得賣嘅，咁我識得有啲人喺香港咧，佢突然走過嚟英國買啦，或者喺美國買水貨啦咁樣。咁佢嘅硬件其實佢一路都唔係好推嘅，甚至乎喺英國雖然呢邊都有得賣啦，佢又唔係好多廣告係啦，佢又唔係好多優惠咁樣。我買嗰部 Samsung 好多優惠㗎，即係話講緊係減成200磅。Google 咧，佢對於硬體其實真係好似已經過咗去啦，已經唔係一個做硬體嘅年代，所以睇到佢裏面一啲嘅產品，其實真係唔牽涉到你用咩硬體，你就算用電腦又好，用蘋果品牌嘅手機都好咧，呢一啲公布嘅功能咧，我覺得喺日後真係幾大程度上面影響大家嘅生活嘅，甚至乎係一個工作嘅形式啦，所以我覺得點都值得係去了解一下嘅，即係比起蘋果每年拎出嚟就多幾多隻色，幾多嗰個像素嘅相機咁樣，跟住而家幾多 G 嘅儲存咁樣，我覺得今次真係有翻當年嗰種。我當年冇聽過啦，即係當年 Steve Jobs 去第一次拎部 iPhone 出嚟嘅感覺。喺呢個充滿風險嘅社會，有好多嘢都唔係能夠自己控制嘅，但係你自己嘅個人私隱就可以由自己嚟保護啦。利用 Surfshark VPN， 佢可以幫你喺上網嘅時候建立一條加密通道，將你嘅網絡連接去到遠端伺服器，從而隱藏你嘅 IP 地址，防止一啲別有用心嘅人追蹤你嘅網絡活動。而且 Surfshark 遵從嚴格嘅無
記錄政策，唔會追蹤或者搜集你嘅個人資料。而 Clean Web 嘅功能亦都可以阻擋彈出式廣告同埋釣魚網站，令你嘅頁面乾淨好多，仲可以全方位保護個人資料。重點係一個賬號唔限連結裝置，快啲透過資訊欄嘅連結 surfshark.com/之光，又或者使用我嘅優惠碼之光，就可以額外享有4個月嘅使用期，一齊用 Surfshark 保護自己同埋屋企人啊！咁啊，首先咧，即係呢個發佈會咧，我琴晚食飯睇嘅，每一節都係精華，每一樣功能都係令我相當之震撼嘅。咁啊，所以就我盡量講我睇咗嘅一啲內容，暫時而家有嘅感受同埋點解大家都需要去留意呢一啲嘅功能咧？咁樣咁，首先佢一個現場嘅發佈會，蘋果已經好多年係冇做一個現場發佈會嘅。咁佢現場發佈會嘅重點係啲乜嘢咧？就係你現場 demo 啊，咪一啲嘅功能。呢個馬斯克都試過啦，揾嚿磚掉去Cybertruck 嗰度，個玻璃爛咗嘅咁樣。咁呢啲就點解現場 demo 係越嚟越少，就係咁嘅原因啦。咁但係佢好有信心，今次係一個現場嘅發佈會嚟嘅。咁啊，佢講佢啲嘅功能啦。咁啊，一開始當然就係話啊，即係 Google 有幾多個 user 啊？你炸嘢，你有冇其中一個用緊㗎？嗱，YouTube 一定用緊啦，大家。咁你一定係 Google 嘅其中一個用戶嚟嘅，唔關你用咩手機事，但係 Google 嘅產品咧，你一定係會用過。哇，我好似賣緊廣告咁樣。不過即係我覺得認識 Google 係對於我作為即係一個 YouTuber 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都要睇下佢係做緊啲乜嘢啦。比較上係日常少少嘅功能咧，就係你真係對住 Gemini 講嘢就話我而家咧我聽日要做一個演講，我想攞翻一啲咩嘅數據，攞翻我以前喺大學研究嘅論文嘅其中一段去 justify 翻我邊一啲嘅觀點咁樣。佢呢個唔係現場示範，但係佢拍嗰條片就係冇剪過嘅，非常之迅速地呢個 Gemini 就幫佢整咗份演講稿啦。咁啊已經成份可以用得㗎啦。其實以往你去準備一個 speech 3-4個鐘嘅事情，可能3-4分鐘就搞掂咗。咁當然而家 AI 就都係趨向一種叫 AI agent 嘅方式啦。咁呢個都係叫文字base，咁其實都係相對嚟講係簡單嘅。咁啊當然啦，呢個即係一開頭啊嘛，嚟啲即係頭盤咁樣，即係睇睇啦咁樣，真係最 basic 噶啦。頭先嗰啲開始真係牽涉到一啲嘅圖像嘅處理啦。咁啊整片整圖呢啲就即係都好基本啦。咁啊呢一個出嚟講嘅人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就係呢個DeepMind 嘅創辦人，講緊用科學點樣可以融合而家一般嘅科技產品之中啊，唔係講緊硬體嗰一啲嘅科技產品，而係從運算上啊、大數據上面嘅層面，點樣去融合佢一啲嘅科學研究嘅，即係最基本嘅一啲圖像生成。大家舊年即係呢一年都玩咗好多啦，一啲影片嘅生成。咁而家慢慢開始去到係句 prompting 一句指示語咧，其實佢已經可以將成條片去做咗出嚟。Proteins start as chains of amino acids. They fold into patterns like the alpha helix, and flat sections called beta sheets, forming a perfect three-dimensional shape. 咁點解要涉及到有科學嘅研究咧？點解係由 DeepMind 呢個嘅創辦人出嚟講咧？咁佢就話而家呢啲片咧，其實變咗係一種係符合 physics 嘅，即係裡面嗰啲片生成出嚟係符合現實嘅物理世界嘅。睇嗰啲片嘅時候，當然投入程度係會高好多啦，接收資訊嘅時候你準確好多啦呢一樣嘢。咁你變相就而家係好多真係做片嘅，其實係唔需要做噶咯喎。你諗緊話AI 點樣去取代人類？大家早幾日睇到一個片段就係哇，覺得真係冇啦，人類份工係真係就快冇啦。咁啊就係睇到呢一個機械人去執貨啊嘛。因為佢嘅手指咧，即係對於科技有了解嘅、有認知嘅，其實第一個感覺就係喂，其實分貨使鬼用機械人做咩？你而家即係大陸嗰啲廠，基本上你係全部自動化噶啦嘛，即係佢有機器去做呢一啲嘅分貨嘅功能啦嘛，再唔係你揾一個係996嘅人嚟做咁樣，咁非常之平，冇必要去用一個機械人嚟做嘅。咁但係呢一條片咧，佢展示嘅就係佢嗰種嘅靈活啊嘛，睇得出佢能夠做到啲乜嘢。咁其實機械人
唔係話冇用嘅，但係佢係咪咁廣泛地去取代人類嘅工作咧？咁馬斯克做緊嘅人形機械人就係保姆啊嘛，一個家庭管家啊嘛，咁呢個確實係會平過你去請一個工人㗎喎。你可能喺英國講緊都要，我聽過有人請工人咧2000磅左右啦，未計 VAT，未計佢嘅保險咁樣。咁你變相係咪真係整個呢一啲嘅機械人喺屋企幫你搞掂晒啲家頭細務係更加好咧？咁確實係有佢嘅存在意義、存在價值，即係俾我都有興趣想買一個去做保姆嘅。咁但係更加廣泛地，真係唔係淨係保姆嘅工作，係大家日常你而家做緊嘅工作，真係好可能係幾大程度上面係會被取代嘅。即係頭先講嘅話，蘋果每一次嘅發佈會能夠講嘅係硬體，而喺過去呢1-2年，蘋果嘅 AI 亦都係令到人相當之失望。咁蘋果過去成功嘅一樣嘢，俾 Google 睇到嘅係啲乜嘢咧？就係佢喺賣服務方面咧，其實係好鬼賺錢嘅。即係 Tim Cook 點解每一次都推唔到一啲勁嘅手機出嚟，但係蘋果嘅股價咧依然都可以繼續上升咧？就係蘋果嗰一種嘅封閉生態，令到你覺得我全部用晒蘋果嘅服務咧，好方便喎，好舒服喎，即係全部嘢都係 seamless 嘅，所謂即係話無縫銜接嘅。呢個正正就係蘋果點解咁多年嚟都冇創新，但係依然係可以話係世界上最有價值嘅品牌咧。部手機大家已經失望咗好多次㗎啦，咁依然都可以咁強勁，其實係因為佢賣嘅服務。第一就係佢本身嗰一啲 Apple Music 啊、Apple TV 啊，大家有機會買新手機嘅時候，佢送幾個月俾你，咁你又焗住好似用下先啦咁樣。咁但係嗰啲唔係一啲冇替代品嘅服務嚟嘅。但係佢其中有一個最陰質啦，我會形容即係 Apple， 即係 Apple 我對佢係又愛又恨嘅。我好中意佢啲 iOS 係做得好好，好順暢嘅，所有嘢好順滑，即係 seamless 嘅。陰質嘅嘢咧就係 iCloud 係真係非常之難以使用嘅。咁我舊年因為試過轉 Samsung 啊嘛，其實我都仲係用緊 Samsung 嘅，轉嘅過程係非常之痛苦嘅，即係你點樣喺 iCloud 上面攞晒啲相落嚟，攞完之後你又唔知係咪真係攞咗喎。有時有啲相你清咗咧，佢又唔知點解仲喺度啊。iCloud 不嬲都係一個你唔去大喐動佢會好好用嘅嘢嚟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啲 personalize 少少嘅一啲改變咧，你就會發現 iCloud 係一個極度阻止你離開嘅一個圍網嚟嘅，佢係非常之成功地阻礙大家離開蘋果嘅。咁所以點解一路蘋果都仲係咁強勁，就係佢有其中一個 iCloud 嘅呢個生態，同埋佢蘋果自己內部嘅生態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但係 Google 而家做緊嘅嘢咧，就係咩嘅手機都冇乜所謂，甚至乎你唔需要電腦。當我而家啦，我手頭上我係有2部電腦，1部 iPad。咁我點解要換部 Mac Mini 咧？純粹就係因為剪片咯，真係剪片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技術障礙嚟嘅，對於我自己嚟講。講到日後係你 prompting 打字就已經可以砌到一段片出嚟，你未必話要係即係生成一個假嘅張子君出嚟，唔係咁樣樣。譬如頭先提到啲解說嘅片段，你以前可能要揾條友去即係整個動畫喎。喂，整動畫唔係咁簡單，我都試過自己學動畫，但係真係哇冇辦法。我都好想喺個片裏面加一啲動畫嘅圖解，令到即係嗰個片可以更加生動。咁但係如果你剪片其實已經10個鐘、20個鐘，跟住你再要自己諗下點樣去畫動畫咧，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成本效益上係冇可能發生嘅。而家你可能真係連電腦都唔使買，勁啲嘅電都唔使啊。其實你上到網就得噶啦，你個電話用咩電話都得噶啦，因為你只係需要同嗰個 AI 去溝通嘅啫。咁所有嘢都唔使買噶啦，好顛覆大家過去10年點樣用科技產品嘅一種諗法。以前覺得就係我要剪片嘅，我要做啲咩嘅，我就要買蘋果嘅乜乜乜，或者你至少部機都係要咁。如果而家唔再拘泥喺呢啲硬體上面嘅話，好多嘢都係可以收皮嘅，
係啦，即係蘋果呢一啲機係可以收皮嘅。仲有啲咩嘅厲害之處咧？同埋令我真係去到最後會反思翻香港嘅科技行業或者而家整體科技生態最大嘅屏障會喺邊一度咧？咁就去到最後嘅嗰一部分啦。咁啊頭先一啲都係比較功能上面少少嘅介紹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 AI 點樣可以拯救世界一個問題，係改變大家對於世界嘅認知，而喺呢一個拯救世界嘅過程之中咧，可能係會影響到好多人嘅生計嘅。其實已經話叫 closing 噶啦，即係最後呢一 part 叫 closing 嘅。咁closing 咧先至嚟啲勁嘢喎。咁呢一個 DeepMind 嘅大佬又出翻嚟講嘢啦，咁樣。DeepMind 講多少少咧，慎防大家唔清楚呢間公司係啲乜嘢，同埋點解由呢一個人出嚟講呢一啲嘅功能係咁緊要咧？DeepMind 2014年嘅時候咧就開發咗 AlphaGo 啦，盛極一時，大家講咗好耐，個人類終於被電腦擊敗啦喺圍棋上面。大家都覺得喂，咁淨係打圍棋咁都唔係好叻啫咁樣。呢個只係佢一個小試牛刀嘅試練。去到2016年咧 ，DeepMind 咧就開始利用呢個人工智能嘅研究咧，研究呢個蛋白質嘅摺疊啊，就研發咗一個產品咧叫做 AlphaFold。好啦，咁我要換一換張相俾大家睇下。兩個關鍵嘅人物，包括就係DeepMind 嘅 CEO 啦，左邊嗰個亦都係發佈會嘅嗰一個啦 Demis Hassabis， 我唔識讀啊，因為我比較清楚佢工作 rather than 佢個種族咁樣。另一個咧就係資深研究員啊，呢個 John M. Jumper 啦，右邊嗰一位啦。佢哋咧共同咧就係通過呢個 AlphaFold 咧係獲得咗2024年嘅諾貝爾化學獎嘅。點解咁犀利咧？呢個 AlphaFold 佢係能夠通過咧預測43種蛋白質之中嘅25種最準確嘅結構，令到一啲開發藥物嘅生產商咧可以更加容易。過去你話需要花大量嘅時間去研究啲藥物點樣去合成，而家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令到一啲新藥嘅研發咧係可以大幅咁樣加速。呢個係拯救咗好多人嘅性命嘅。所以咧佢係榮獲咗2024年嘅諾貝爾化學獎啦。呢個亦都係有爭議嘅，即係關於用 AI 去研究呢一類嘅化學嘅項目，係咪真係一個化學獎咧？係咪真係足以俾佢攞諾貝爾咧？呢個都係有一啲嘅爭拗喺度嘅。所以呢間公司做緊嘅嘢嗰個層次嗰個維度之高，大家可以理解啦。今次喺發佈會上面，佢又即係再次講咗啲乜嘢，係令我都覺得震驚到係希望要同大家去分享咧。從一個叫世界嘅高度去做嘅一啲事情嚟嘅，通過一啲科學化，即係用人工智能嘅技術去融入一啲嘅科學，嚟緊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中一個就係關於天氣啊，點樣用人工智能去預測一啲嘅天氣變化啦，即係小嘅就係天氣變化，大嘅就係佢可以 study 晒過去嘅，即係佢已有嘅一啲資料啦，去分析一啲災害來臨之前可能會見到嘅一啲跡象。有晒現階段嘅數據，一啲嘅氣象嘅數據，再加埋綜合以往佢學習咗對於一個災害點樣形成，佢就可以預先去預測一啲嘅災害，提前去做一啲嘅疏導。呢個係拯救緊非常之多人嘅性命。講緊就比較多一啲嘅風災啦，我相信地震可能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啦。但係你就係講風災嗰個嘅死傷人數都係相當之誇張。透過呢一啲嘅模型咧，係講緊係真係救人嘅。唔好意思，又要拎蘋果出嚟鞭下屍啦。蘋果就最中意咧攞Apple Watch 可以拯救到一個人性命，去作為佢一個嘅宣傳標語啦。但係講緊嘅而家都係 Apple Watch，佢撞車會幫你自動報警。你跌低咗喺度，心跳嗰個變化好奇怪咁樣，幫你及早去打電話去call 白車咁樣。唔係話呢啲救唔到人，但係嗰個層次上確實真係唔同。如果你話災害，你可以更加精準地預測一場風災，你早一日都好啊。如果你知道嗰個嘅程度係會咁嚴重嘅話，其實都可以拯救到好多人。再落就係
醫學上面嘅研究啦，因為呢個本身就係佢做緊嘅東西啊嘛，即係2016年嘅 AlphaFold 已經係向醫學方面嘅研究，咁呢個又係拯救人類喎，又係拯救世界喎，咁但係你取代咗一個天文台，取代咗一啲嘅醫療人員，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嘅既得利益者。咁所以咧，近日咧，其實我聽到一啲身邊嘅朋友去做 IT 嘅，咁啊好想試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產品啦咁樣。咁啊上面嗰一層即係最高嗰啲老細咧，就想做嘅，即係話俾人睇下我哋公司今年用咗幾多 AI，燒咗幾多 token 啦。咁但係去到一啲中層嘅人咧，就想盡辦法去唔俾呢啲嘢出街，因為講緊嗰啲嘢其實係取代緊佢哋嘅飯碗。過去係應該一啲管理層去做嘅嘢，其實如果有咗嗰個嘅功能，成個管理層可以炒咗佢。譬如好簡單，一個 project 你擺落嗰個嘅系統嗰度，佢已經可以幫你拆細晒究竟每一樣嘢係做緊啲乜嘢嘅。咁以往呢啲係咩做嘅咧？人做嘅就係有個叫 manager 嘅嘢，咁啊睇住個 project。咁啊，知道咩人手頭上面有啲咩嘅工作，咁你咪去派 job 俾佢咯。而家有啲咩 ticket 你派俾佢咯咁樣。咁但係有人整咗一嚿嘢出嚟，就係佢可以自動生成，即係拆開呢一啲嘅工作，拆開呢啲 ticket 去派俾應該要負責嗰一樣嘢嘅人去做。咁成個 manager 全部 manager 可以炒晒佢噶啦，係咁現實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有一紮人係其實阻止緊呢啲嘢發生嘅。咁而香港確實係一個好客觀現實嘅情況，就係大部分嘅人都係做緊呢類型嘅工作，呢類型 admin 嘅工作，一啲 agent 嘅工作，叫所謂信息差。譬如當我買樓咁樣，我需要一個 agent， 需要一個中介去幫我揾，咁佢從而就去賺嗰個嘅經紀費或者一啲嘅價差啦。你隨住呢一啲嘅科技進入市場，呢類型嘅工作必然係會消失㗎，冇人想俾多嚿錢一嚿嘢叫 agent 㗎嘛。咁而家有 AI agent 係免費嘅喎，或者平好多嘅喎，一個月10磅20磅好冇？佢幫你做晒所有 agent 嘅工作喎，比起你本身要揾一個 agent 幫佢做嘢係平幾多嘅一件事，影響緊好多人嘅飯碗，包括法律又會係啦，更加容易去吸取一啲嘅法律嘅資訊。醫療亦都係，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做緊嘅嘢，全部都係靠呢啲叫 agent 嘅工作，靠呢啲嘅醫生。你見即係我一路都好覺得香港嘅科技係冇得救嘅一樣嘢，就係冇一個狀元係選擇讀 computer science 嘅，冇一個狀元係選擇會向 IT 行業發展，而係繼續向一啲叫醫療相關啦，金融而家都少㗎啦，佢哋都醒㗎啦，都知道唔係行金融啦，但係諗住醫療唔會死啦啩，醫生唔會死啦啩，咁所以呢一紮你見若佩安心嘅事件就係啦，嗰啲嘅既得利益者係會極之大力去阻止呢一類型嘅科技發生，因為就係撼動到佢哋嘅利益，你冇辦法阻止啊！呢個 AI agent 嗰個嘅方向唔係佢哋可以操控得到，係一個全球嘅一種變化。除非真係嗰啲嘅既得利益者係大到去呢個你要改變整體，即係你當唔用手機嗰種嘅嚴重程度，即係大家而家全部人唔好再用手機啦咁樣，係嗰種嘅科技倒退嚟嘅。咁你係咪要見到呢啲咁勁嘅嘢都唔用，而係繼續去俾嗰啲既得利益者維持住嗰種陳舊腐敗嘅做嘢方式咧？我好擔心香港係咁樣樣，咁所以我一路都講點解咁難做，點解係會做得咁辛苦，點解即係希利呢啲人係應該走，唔能夠留喺香港。咁但係你話講翻我自己啦，我會唔會即係被取代咧？即係作為一個嘅 YouTuber， 自我反思啦，反思完香港之後都要自我反思一下噶嘛。我望到一個功能，我第一下都有點而緊張嘅，就係叫咩嘢咧？第一個叫 Ask YouTube 嘅一個功能，我諗呢個係好多人都會十分之期待嘅功能嚟嘅，俾大家睇下。好多時候大家而家會上 YouTube 去揾一啲解決方法噶嘛，譬如有啲嘢唔識整要維修嘅，哇個車胎點樣換咁樣。咁但係呢個 Ask YouTube 佢會係啲乜嘢咧？就係你唔使再睇啲片啦。
佢個 AI 會幫你睇咗片，因為你知有啲片裡面假噶嘛，呃流量噶嘛，呃點擊嘅啫嘛，咁佢就幫你睇晒啦，咁啊就 gen 咗一個解說俾你咁樣，咁你有需要咧就可以撳翻嗰個嘅片去睇咁樣。第一個感覺就係咁，即係叫啲人唔好再 click YouTube 去睇啦咁。咁嗱，佢叫好啲就係佢都有翻個連結俾你撳翻入去 YouTube 嗰條片去睇。咁但係假設如果嗰個問題其實你1分鐘就立完㗎啦，嗰個答案，咁你仲會唔會撳翻入去嗰條片去睇咧？咁但係我哋冇辦法，我哋創作者係喺 YouTube 係喺 Google 呢個平台上面，佢係有權力去用呢一樣嘢嘅。你話如果我係另一個新聞平台嘅，你就話嬲啫，但係我而家係用緊 Google 嘅 YouTube 去賺錢啊嘛，咁佢而家用翻你嘅內容去 train 翻佢嘅 AI，咁係咪我都無可奈何咧？我都冇任何即係反抗嘅權利咧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種叫市場上面，我覺得係回歸正軌或者係潔淨翻嗰個生態嘅。你話佢咁樣去 extract 晒你啲內容，咁有幾多人就係透過 YouTube 就係擺一啲嘅無謂內容去賺流量？有啲人中伏撳咗入去幾多呢啲嘅影片，我而家真係片都唔使睇咯。佢 ask YouTube 喎，咁你 YouTuber 係咪收皮咧？咁我又覺得唔一定係咁樣嘅，即係呢個係叫生態上面大家去潔淨翻啦，做翻一啲大家都高質素嘅影片。呢一方面係好似好危及到 YouTuber 嘅生存條件。咁但係同一個情況之下，佢都做緊一啲嘅工具，大家去做一啲高質素嘅影片嘅門檻係低咗喎。咁我睇到其中之前都有人問過我話想請啲咩人咧，我真係會請一個係喺 AI prompting 上面係好純熟，係好知道點樣去運用呢一啲工具嘅人 ，rather than 真係請翻一個剪片師咯。真係唔需要再請一個叫剪片嘅人咯，我會想請一個係真係識用 AI 嘅人咯。我真係好多功能我都好想用咯，我都會覺得係好吸引，同埋係會無論係生活上定係工作上都會幫到好多咯。同埋我覺得大家為咗保障未來嘅嗰份工作，其實都要了解到底自己份工作有冇危機啦。首先有危機之下點樣可以化危為機啦，呢個係十分之緊要嘅。